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晚安。咱今仔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来到第87回，咱今仔日搁继续来收看这个台湾电影上记载这位林传秋导演的第二片剧情片。这出叫做5月13伤心夜。大家相信进前也有机会去看咱即马开始进入这个讨论的这个部分啦。我今仔日想要甲大家分享这个准备一个 PowerPoint 大家看会当，即马敢看会到全荧幕，也是讲还是讲，即马是全荧幕，还是边仔阁有这，我这是迄落做 preview， 有专业我这是今仔日的流程啦。我凊彩写一下咱想讲头前咱即届有员国有李占新老师，甲陈维先，甲一寡朋友会小连线来替咱讲一寡专题。我想讲到美西早起8点的时阵，大家就会当自由发表我想这个场是大家做伙有啥物想法还是啥物感想欢迎大家来发表。今仔特别咧讲，我今仔有准备一个迄个raffle 咱今仔讲大场亭。拄好前几年迄个 COVID 之前有人寄好一寡 CD 我想讲摕来留奖。拄好看到一个这叫做。这毋知啥物是知识知识大场亭，迄摆一出电视剧甲大场亭有关系，我摕出来留大家留到差不多8点45分咱来留这个奖。希望今仔日9点之前会当完全结束掉。今仔日我看咱嘛是互迄个李占新老师来替咱。先讲一段故来互大家小可回复，讲咱差不多2个月前看第一出林传秋导演的电影，伊足侪故事真正真吸引人的这个注意咱继续请咱李占新老师来甲阮继续绍介林传秋导演。交我李老师，多谢你。林传秋是好野人囝，因老爸伫三峡开全国大坝坑矿业公司，算讲迄个真细汉，因老母就定坐乌拖车去台北看戏剧，所以真有趣味。伫1935年的时阵。拄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台湾40年创一个台湾博览会，有足侪迄个剧团拢去这个台北啦、新竹，向做因住新竹搬因老母甲讲莫去看戏啦，因为即款的这一世人过1摆尔，遮尔好的剧团来无去看拍算。所以就讲莫去读册去看，但是因老爸也无是安尼想因为伊是三地人单团的啦，就是因阿公、因爸我生一个尔啦，所以老爸要甲伊栽培去做迄个管理探矿的经营者，所以佢就紧甲送去东京一个缅甸大学读迄个政治经济。但是伊无心伫读这物件，伊爱看戏去日本的这个叫做红毛坊就是去看戏看到头家熟悉，头家讲你甲我伊就写一个剧本互头家，头家讲我即摆无欠人，无你去东宝迄个影业主席会社去做17工安尼，伫
就哪读册就走去做杂车工，就这目者遐目者遐目者，所以拍电影的过程伊拢会晓安尼啦，加减拢会晓安尼。到尾这战争开始，1942年，就东部的遐技术人员遐导演，拢去南洋去做兵啊，欠骹手啊，乡村外国人袂使入去东部营业啊。竟然伊嘛会当入去安尼，入去伊乡村做导演助理啦吼，导演日本人拢叫伊先生吼，伊是副导演啦吼，所以人家叫吉赛先生，就是小导演安尼。到尾手就战后就转来到台湾，伊就行入去戏剧界安尼，乡村有后生演艺研究会啊，搬一寡出安尼，叫伊做导演啊。伊甲伫日本看到遐电影，甲迄款迄个戏剧吼，手法摕来做，做成提升咱台湾的戏剧的水准。伊上出名就是一个严家吼，即个伫哪搬戏的时阵，哪唱台湾歌吼，互大家就是乡土的感情啦吼，互大家足感动。即个严家到即阵还佫流传伫台湾现主时的社会安尼，算讲伊也是一个台湾新剧的开拓者咧。要唱。我甲讲台湾诶，阮电影一直阮迄个加压起来吼，就大家拢要看电影，伊就紧去拍。迄当阵伊伫东部剧团有一个导演甲讲，恁台湾诶这电影水准吼，输阮日本输30年啊！伊袂堪要互刺激像互因老爸伫阮迄个伫英国遐有一个10几架的牧场啊，改做这乌山制片厂安尼，伫遐起一个足东方的制片厂，佫有做这个演员训练班吼，佫技术人员训练班，反正伊用足大心力投入去这个电影的事业内面啦。伊创作有一个叫做张美瑶小姐，就是训练班出来，佫一个叫灵魂啦吼，就是林波林，魂是白魂的魂，马手伊伫香港真有发展，嘛是拢伊训练出来的。真可惜就是迄当阵台语片因为生意袂歹，所以真侪人拢投入啦。投入的时阵，这个拢乱拍啦、乱搬啦，有当10天就完成一片啊！佫迄当阵迄当阵爱要看台语片，因为袂晓听华语啦，外省话听无啦，看台语。到尾逐个外省话听较有的时阵，迄当阵就迄个中影甲台湾这片因嘛拍一寡甲台湾乡土有关系的剧情啦吼。虽然伊发音是华语的，但是拢是咱身躯边的物件呢。当然伊是国家的力量拍，所以生意加真好，就台语就慢慢落，就是没落去。马手林传手差不多这1971年的时阵吼，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啦，就甲伊的这个电影事业结束去，安尼专心转去因老爸的炭矿公司去做事业安尼。这是我所在林传秋的代志啦，甲大家分享多谢谢谢。多谢李老师，李老师大概甲咱讲过吼，拢真精彩。林导演对台湾的新剧也是对电影吼，真正贡献真重吼。咱大概吼有这历史方面的李老师对于林传秋这个剧本这个电影的创作吼，文学价值吼。咱有请陈维先来替咱拆解一下，交予陈维先。
多谢CK 吼，这个林川秋吼，这人我熟悉战胜以前，我实在是拢毋捌听过啦。即摆愈听则愈知影讲，实在是一个咱台湾会使讲文化上一个足重要诶贡献者啦。关于这个戏剧卡本这文学方面的，咱顶届我会记得有讲一节啦。我今仔日来讲我看这个电影片了后诶一寡感想啦。为电影诶角度来甲大家讨论看卖啦。这我是个人诶感想啦。背景就是讲，一方面用咱现代电影诶即个水准甲角度来看，一方面用咱古早台湾即个1960年代、70年代即个甚至是1920年即个社会背景即个角度来看，两个来甲揽起来看即项物件啦。来看即个李川秋诶贡献啦。真可惜啦，我看到的电影为咱线顶看到是敢若两出啦，一出是这个错乱一出是这个5月13伤心夜真可惜，伊这个题材拢是社会爱情男权女权遮个物件可惜伊别种题材就讲笑亏啦是这个社会这个治安的问题啥货，遐个拢无看到啦，真无彩啦所以我为这两片咱来讲啦第一这个按这个导演的这个方面来讲无啦，先来讲这个电影这个翕相这个技术方面咱电影有几啊方面的技术啦翕相导演、演员卡本的品质种种所以我第一我印象上深的是伊的翕相啦，这个翕相的技术这内面导演贡献偌济，我无啥知影，我相信相当有贡献因为这个翕相的人要用什么角度伊光线的角度种种这个真要紧，尤其是乌白片啦毋是彩色的，所以乌白片这个翕相的技术足要紧啦我感觉伊这个翕相的技术假使有即摆的这个翕相机甲这个影印的这个技术应当是真会比质啦，实在真会比质。翕相的技术所以我看过所有的乌白片电影片这两片翕相的技术算做一流的啦，实在一流的。譬如讲这个错乱对，错乱内底有一个影面就是讲迄个蕾娜迄个酒家女互环境压迫要离开迄个甲伊帮葬的迄个老人的厝，迄个影就是围门出去迄个影面是一个巷路顶照一半伊行出去了后，围门行出去了后，就是讲前途毋知要安怎啦无位通去。迄个影面足水啦，而且你若注意甲看，迄个李娜迄个演员迄个头鬃阁有风咧吹，安尼，所以迄个实在是足有路啦，足有路伊每一个翕相的角度拢迄个影。迄个景拢足水的，拢足水的。
这是一点，我感觉这是印象上介深的所在吼。啊，第二就是即个演员啦，吼，这演员的技术吼，咱即摆真歹讲，因为吼，因迄阵演员因为即个社会风俗吼，会束缚吼，袂真歹用咱即摆现代演员的即个角度来甲看啦吼。咱来用现代演员即个角度来看吼，这演员实在有较死板啦，吼哦。不管讲话啦，还是啥物动作啥货，有较死板。死板的意思就是讲，你会当有聊，吼，伊会做出啥物动作，吼，啊，即款的死板就对了，吼。若为导演来看吼，我是感觉讲，相当现代啦，相当的吼。因为吼，迄阵社会背景吼，会当拍出遮个影面吼，实在是足无简单。比如讲吼，即个李娜吼，李娜住伫一间，共租一间房间啊，互迄个厝主要甲侵害的时阵吼，迄个影面吼，翕着啥咧？翕着即个李娜，即个周家女吼，穿查某人的内底衫尔，吼，伊当然是长的啦，安顶悬到下吼，安尼吼，啊胸口看一半，吼，啊即款的水准吼，我相信就顶有现代电影的烫光光迄款的啦，吼，啊实在是足 modern 啦，实在讲。嘛足大胆的，吼，这是导演的方面啦。啊，另外一个方面吼，这个卡本啦，吼，卡本哦，我感觉，这我原因我毋知影，但是我感觉讲吼，这个对话啊啥货足死板啦。当然吼，我真深的偏见就是讲，咱现代戏剧电影吼，这个对话拢足活。吼来用这个资讯来看迄个，这两出的这电影吼，对话吼，感觉讲这个卡本吼，真死板啦，吼，这是较欠点的所在啦，吼。另外吼，按这两出电影的这个内容吼，为社会吼人情的角度来看吼，当然这是讲到这个女权吼，查某这个社会地位吼，甲伫家庭的地位，迄个有讲到这方面吼。另外一方面有讲到这个吼。这个我即摆想无好，我确定啊想着再去讲，就是这个女权吼，叫爱情啦，吼，这爱情我相信是迄阵的电影吼，一个足重要的主题啦，吼，但是吼，我感觉这影片上界宝贵的所在吼，就是讲伊咧讲到遮个人权啦，吼，爱情啦，吼。种种的这个男权、女权，吼，查甫人的地位、查某人的种种吼，伊拢有互你这个观众吼，引起这个观众有一个讨论的空间，吼，会引起互咱看的人吼，感觉讲，嘿，这是一个问题，吼，到底迄阵吼，是毋是咱爱大家来注意吼？观众啦吼，观众的看法就是安尼。这是这个电影真宝贵的所在啦，吼，因为吼，我现在来讲到这点就是讲吼，咱若看
即个中国戏啦，吼，传统的中国戏，像讲即个朝代宫廷内面的遐中国戏吼，台湾足侪即款中国戏啦，吼，伊主要吼，伊的互观众的印象就是讲要加强即个已经建立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迄个主题拢是安尼，袂讲想要引起观众吼，安尼会想着讲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种种吼啊。当然，上近代的华语片我是毋知影，我相信是原来有进步啊啦吼。但是有一段足久吼，咱台湾华语的电影拢是伫加强吼，几百年以来、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即个界定的即个风俗概念吼，所以我感觉吼，即个李川秋即个电影的主题吼，有一个足宝贵的所在。啊，为即点来看吼，我是感觉讲，原来是即个李川秋的电影吼，是一个足 modern 啦，足现代吼。伊是林传秋，啊，林川秋吼，林川秋吼啊，所以吼，我是感觉讲，为即几点来看吼，真心色啊，即个电影真心色吼。啊，有机会我是讲，佮过来看看伊别款题材的电影吼。多谢大家。哦，多谢陈伟先。伊拍电影吼，实在吼，真可惜啦。伊敢若真正拍电影差不多3档的时间吼。啊，期间吼，这台湾电影这市场起落落吼，所以有一寡题吼，伊想要拍的无法度来甲完成吼。啊，好佳在吼，伊是咱迄个时代的台湾电影遮第一片吼，伊保存的迄个算上迄个ratio 算上悬的一个导演吼。像有的导演伊拍60片，啊，一片拢无留咧，啊，伊敢若拍6片尔，啊，留3片半，哦，啊，这真强啊，这。就是算讲伊的迄阵这片哈，吼，也是电影院吼，有家己的片留落来吼，啊，有的片迄个状况阁真好吼，像即片比顶一片初恋，伊的影片吼，可能时间嘛较近啦，所以讲伊的迄个画质啊，也是迄个拢较好吼。你会看有几本片可能嘛是嗨去吼。你看安尼雾啊，啊有诶，伊要接诶所在，应该拢无讲真好。你会看伊跳过一段吼，伊有诶可能讲拢歹去啊吼，迄头尾可能歹去较济。啊，你后摆吼，咱有机会来看伊即出探金片吼，大家虾米番？伊诶状况较好，因为两个所在，因为伊毋捌摕出来搬，伊1965年搬了吼，就伊做了吼，字幕拢起哩啊，检查嘛过啊，伊家己讲啊，惊讲即片出来无大卖吼，真见效，伊讲啊，算啦，莫摕出来搬。伊直到1990年啊，电影图书馆因找着伊即片吼，啊，特别。做一个迄个叫做首映，迄阵电影首映是25年前了后的代志吼。所以咱后摆有机会咱看这探金片，啊，拄则讲着笑亏吼，啊，我是感觉啦，你导演迄个叫做啥？你的能力啊，你有当时啊，你逐项吼拢会当甲做啊做好诶，迄导演咯，真正够吼。啊，像笑亏，大家一般
大家印象讲啊，小鬼上好拍这，大家拢会晓拍是安怎吼？啊，毋过真正你会当甲迄个戏剧拍了好吼，迄嘛是真够的吼。所以真可惜，即片《阿三哥出马》是玉峰影伊即个电影公司第一片电影剧。啊，毋过因为伊即马剩的可能剩差不多39分尔吼，就是讲伊大部分的迄底片拢歹去啊，吼，即马敢若会当看的差不多39分真久，吼，啊，这咱后摆嘛会当摕来做吼。啊，讲到历史啊、文学价值啊，咱敢会当请梁光兄来替咱来，因为即马错乱啊，过来5月13伤心夜，即出国家伊个对台湾的文化，对即个迄阵社会吼，你知迄阵战争了后嘛过了差不多10多年啊，啊经济嘛，台湾经济嘛慢慢好起来吼，啊毋过迄传统对遮人的束缚，也是即个社会吼，当咧转吼，对农业社会啊，即马当你即厝看遮侪这新的伊去食头路啊，是伊个环境甲咱古早拢较无相吼。敢咱请梁光兄来替咱拆解一寡咱即个迄个时阵的迄个社会，这文化意义啦吼。交你。我可能无法度讲像顶悬两位遐尼深入啦吼，啊，做一个观众的即个角度，我来分享我的看法。啊，其实吼，我嘛单位遐共款，就是讲拄则咱迄个我含4K 拄咧熟悉的时阵吼，是网络看伊伫即个双向影艺会社吼咧放遮个台语片。我逐先去，我嘛毋知影林传秋是啥物款人吼，啊放一寡古早的遮个迄个国家电影中心佮家己修理好势遐影片。我介逐先咧入去看的时阵吼，我是用一个纯粹的一个消费者吼即个心态入去看的吼，啊所以看难免会有一寡失望吼。虽然讲咱爱台语，啊毋过咱会感觉讲哇，迄阵啊看迄个品质吼，咱即摆是用即摆的眼光去看较早的遐物件。啊，经过即摆遮逐个讨论去介绍，讲原来伊后壁吼会有代表遮的迄个文化的意识吼，啊较用讲转来讲袂输讲我要来研究，也是讲要来欣赏一段过去五六十当前。用迄阵仔的条件吼，啊，用安尼来甲看的时阵，哇，迄个感受就完全无共款啦吼。啊，我迄个即边吼，我有过去看到迄个阿三哥出马啦。啊，可惜即出即个5月13伤心夜吼，我无看到，所以伊遮我有看2片，一片是迄个策乱吼，啊，一片是迄个阿三哥出马。啊，因为我拄则看阿三哥出马的时阵吼，甲伊大声，伊可能是加真济啦，所以伊剧情吼，迄个斗无啥会起来。啊，毋过差不多看到差不多第5、6分钟了后，我慢慢啊，差不多伊个故事的即个安尼迄个理路就慢慢啊出来吼，迄个剧情慢慢啊出来。伊个大概是咧讲阮细汉的时阵，毋知含我共年纪的，可能就即种记忆啦吼。迄种人迄个拢讲对爱国奖券吼，爱国奖券20万，啊，即个故事就是咧讲一个人叫做阿三哥吼，伊可能是一个足平凡的20通伙啊，伊去可能去爱着一个楼顶的一个查囡仔款安尼啦吼。我所以伊怎得着20万，好啊得着了后吼，因为迄个逐个人一直要来甲巴结吼，啊伊用迄个手法吼，足像是迄个我安尼
讲毋知，安尼看毋知对毋对，嘛较咱内底有较内行诶人会当过来煞接我诶讨论。例如讲，足成迄当时迄个 Charles Chaplin，迄个默片吼，迄个佐柏林吼，伊迄种诶方法，伊迄种诶特色就是啥物款？伊迄动作足大吼，足真啊戏剧性啦，吼，互你感觉真好笑吼。所以我会感觉讲，哇，迄当时虽然咱是咧看即个林传秋诶作品吼，毋过我感觉讲，伊其实是咱若要讲论现代性啦，吼。就讲咱用迄当时，咱转去差不多1960年代迄个当时来论现代性来看吼，其实是林传秋伊诶做法是不止啊现代性吼，这检查伊甲伊诶伊诶经历吼，因为去日本迄段吼，拄则蔡成老师讲吼，去东宝吼，做甲迄个副导演吼，所以伊吸收到诶，虽然咱迄当时台湾抑阁毋是讲正发展，但是到某一个程度吼，应该是伊去日本有去接受到即个日本诶较现代性诶文明，所以我会感觉讲伊诶电影不止啊现代性啦吼，检查会当安尼看，讲伫共迄个时代吼。诶人有亲像林传秋伊即款背景诶人，应该是有也袂少啦吼。毋过伊即个比例上吼，到底是有偌济？是干若讲是属伫一群较小众诶一寡较好野诶子弟、较好野家庭有即种诶机会吼，还是讲伫日本诶迄个统治下吼，因有较有全面诶户口制度吼。迄个捌字诶迄个比率吼，伫世界上改成嘛算排诚悬吼。我若无记毋对，改成要到70%诶款吼。伫若讲伫迄个日本诶统治时代是真较无简单诶代志吼。所以好，我搁来讲到即个中影啦吼，拄则赞成老师。有讲着吼，伊讲迄当时诶台语片吼，因为好趁钱吼，所以是逐个咧拍较凊彩吼，画安尼10工就拍一支片安尼吼，即摆来伊国民党伊就用即个步数，伊就用迄个中影毋知台湾制片公司吼，用较大诶预算吼，较好诶制作团队吼。伊调工甲你拍即个台湾风情吼，台湾诶遮个社会遮个问题，毋过用华语去拍，所以结局煞台语片去互伊取代吼。我即摆是咧想讲，转来咱即摆诶台语运动诶现象吼，咱即摆嘛足侪 YouTuber 吼，足侪咱咧讲台湾故事遮个物件用台语讲吼。敢有可能讲共款诶命运吼？即摆若是用即个华语吼，来讲台湾诶问题，逐个就想讲反正用华语嘛是咧讲台湾故事、台湾诶文化、台湾诶风情嘛吼。安尼诶时阵，台语敢是会亲像较早诶台语片诶命运，煞去互华语咱诶台湾文化去互华语取代去吼，所以我无答案吼。我是知影咱内底我是一个下都岛诶 fans 啦吼。伊伫迄个 Facebook 吼顶头写一寡言论，我感觉讲伊即摆嘛有伫咱内底吼，咱嘛搁几礼拜后嘛要邀请伊来讲即个诚趣味吼，台湾建国甲台湾国民运动诶题目，毋知有方便无？歹势用点名诶，若无伊若无方便讲吼，咱内底若有人要讲嘛欢迎安尼，要分享啦吼，我是咧问问题，等我解答啦。我倒你会使开你诶麦克，你也总有方便。
对吧？伊开啊，伊开卖过啊，嘿。我听讲，我毋知影向向，我要知道你讲啥物。我是你讲迄个未来敢会变做全华语的社会啊？还是即个问题，还是讲？中根兄，你来甲你的问题 repeat。OK，我即摆是用较早即个台语片消失的即种的情形嘛，吼，就是讲伊即摆用较好的资源，吼，啊来拍台湾文化的片，啊，毋过伊用华语来拍，吼，啊，即摆共款嘛，吼，像讲郭台铭，伊讲一寡台语啊，吼，啊，即摆大家讲啊，你较会你用国语讲，大家听较有啦。啊，你即摆无影无人听台语啦。啊，即摆就开始了，咱就是真希望讲，大家会当用台语公共人物吼，不管讲了好歹吼，啊，就出来用台语出来讲嘛，吼，啊，愈讲就会愈进步嘛，吼。啊，毋过我伫网络的中间嘛，看到一寡人会讲，啊，袂要紧啦，咱即摆主要是要讲台湾文化，还是要维持台湾的政权啦，啥物遮吼。啊，所以就是讲啊，用华语讲就好啊。啊，所以我用安尼来类比的意思，就是讲，这敢有讲以后的台湾文化，就是用安尼，吼，可能是有意的，嘛有可能是境外的势力，伊知影即种物件，啊，用较侪资源，啊，拢来讲足台湾意识的，较台湾人爱听的这故事，毋过用华语来讲，吼。我会了解啦，我会了解，歹势，我会了解。好，是即摆迄阵是安尼啊，因为我是无直接，无像我有一寡人可能因打电话去参加一寡活动啊。我听讲，即摆有报第二嘛是拢，因为伊想讲囡仔听无台语嘛，所以有报第二其实是用华语搬的啦。就是即摆就发生这种代志啊，啊，过来就是，因为我即摆其实。比如讲学术界的研究足侪，研究台湾的，因为伊拢是用华文写的嘛，所以其实我感觉即个情形现在迄阵就是安尼啊，只是讲将来敢会阁愈放大，就是迄个即款的情形会变做全部拢是安尼，这就是爱组织的部分啊。但是啊，现主是应该迄阵就是，我感觉迄阵就是一部分，可嘛无细部分，迄阵是安尼啊。啊，因为即侪人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足侪人伊真正感觉华语就是个语言，我毋知这边安怎处理啊？因为就是，比如讲，咩讲就是，伊可能真正台语袂认同，啊，伊就感觉讲，啊，既然袂认同，就放弃啊。啊，反正我讲华语，你嘛是听有啊，啊，所以现在一定得爱讲台语。有个人就是这种心态嘛，啊，就算伊研究台湾，伊可能真正叫即种人内底，可能嘛有真正有人做爱研究台湾的，啊，但是伊的，我毋知因的研究是安怎研究的啦，因为进前有一个少年人，就是超过20，应该是迄个阵应该20几岁，毋知有30岁无？啊，伊就是咧读迄个建筑的，啊，伊有接到一个应该是国家的计划就对啊，伊就是。伊的老师接到一个计划，啊，即个计划就是爱去研究一寡，比如讲迄庙寺的迄个建筑啊，啥物。啊，伊发现伊袂晓台语啊，所以伊的意思就讲，伊有人毋知谁甲介绍，伊就讲伊来参加阮的念册会安尼。啊，毋过伊嘛来参加一届尔，到尾啊，我搁问伊的时阵，伊就讲伊迄阵离开迄个计划啊。啊，但是伊迄个时阵就是讲伊想要想学台语的原因，是因为伊去甲迄个师傅问一寡问题的时阵啊。师傅啦，应该讲师傅啦。甲迄师傅问过一寡问题的时阵，就是因的迄个一寡用词伊拢听无啊，因为虽然我毋知伊台语可能是小可听，但是啊，搁较深一点伊就有一摆困难。啊，尤其搁是迄种建筑有一寡可能足专门的物件，其实就算台语好的人嘛无一定听有啦。但是你若台语无好，搁愈痛苦，因为你可能比如讲。师傅甲你讲即个物件个是啥物？啊，但是伊可甲你解说，你听无意思，啊，就来个去过来这种情形，啊，所以遐讲就是，我感觉
即现在即马就有种问题啊，比如讲一寡研究啊是啥，所以伊也做讲迄个研究者的台语程度无好，不定伊根本就记毋着伊啊。啊，毋会记毋着伊，因为伊嘛毋知影啊。寡人因伊的物件的时嘛毋知影就毋对物件继续毋对落啊。我感觉是足恐怖的代志啊。但是现主是应该迄阵咧发生啊啦。这我的看法。嗯，但我先讲安尼，看恁敢有啥物特别想法？因为我即马会使想到，即马现时想到是安尼，嘿。是，所以多谢吼。所以即摆已经咧发生啊，或者真恐怖。啊，我搁迄个看有别人要搁 follow up 啦，我先搁来回应一个，就是讲，咱即足侪人会讲，唔要紧，这语言是一种工具尔，啊，啊你用啥物工具拢唔要紧，你沟通就好嘛，吼。啊，一寡人会回应讲，哦，无，这语言是灵魂，是文化安尼吼，安尼即种嘛是真有力的反驳吼。啊，毋过这有小可较抽象淡薄仔啦吼。啊，我会记咧，我捌看过一种理论啦吼。伊叫做伫迄个大众传播内面吼，有一种理论叫做工具决定论啦，就是讲你的内容。你若用无共款的 media 吼，要去传播的时阵吼，你的迄个 substance 会去互迄个 media 改变。哦，譬如讲咱放一个消息，啊，你甲放踮自由时报，自由时报，还是讲中天，还是啥物款吼？你放出去有影变做正面的，变做反面的，反面的变做正面的，吼。啊，所以是伫即个中间，你拄则夏多多兄咧讲的遮，实在是真正确实真值得吼。咱以后即个台湾文化会变做啥物款性质的台湾文化吼？若用即个工具决定论吼，安尼真值得来互咱逐个小心啦吼。咱若是用伫遮咧传承咱的技术、咱的文明的即个工具吼，已经无去啊！啊，咱要哪？咱搁传落去迄个文化吼，是会变做有啥物款的影响吼？当然我的意思毋是讲即个文化，还是讲拢语言吼，拢一定要保存古早的，拢无法度通改变。嘛是应该有一个。咱即个语言对文化咧改变，啊嘛有可能会影响文化吼，一种互动较真复杂的相向吼，一种关系。啊，若毋过一个语言是受到一个政治势力吼，像较早的国语运动，伫足短的时间，甲一个族群的语言甲消灭吼。啊，迄种的物件，应该是牵涉着即种迄个人权吼，还是讲即个族群屠杀的即种的战术啦吼。我毋知，多多兄安尼讲，毋知敢有合安尼嘿？CK，你即摆敢是要继续？啊？遮有一个人举手。Virginia TV，林 TV 教授有举手。我是弟妹吼，你好，大家好。对即个真困难的即个问题吼，我想讲，用另外一个无相的角度来思考吼。虽然讲真遗憾，无用台语来讲即个台湾的文化，即款的也是各种的议题，但是若是用另外颠倒的一个角度来看吼，亲像迄个谢龙介、谢龙介啊，
伊的台语遐尔练转，讲甲安尼喙角全破，但是伊的意识形态敢若完全无同。伊安尼敢有较好，吼，这就是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虽然伊的台语讲甲遐好，啊，用台语来讲，但是伊若无迄个台湾心，吼，迄嘛是搁较恐怖的代志啦，吼，这是我一个敢若讲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啊，若讲倒转来讲即个电影吼，咱今仔日的主题5月13，即个林传秋的即出，我昨暗有看着吼，啊，我嘛是以一个观众敢若讲欣赏即个电影会直接的感觉吼，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即个电影是即个1962年的款吼。迄阵我是拄啊读大学吼，所以台湾电视啥拄啊较有开始吼，我看电视的时间袂少啦吼，迄阵播迄个电视的迄个时间毋是阁足长但是大家拢足有兴趣有咧看电影吼，咧看电视。我是无看电影，但是昨昏看即个电影呢，即开始的时阵吼，就即个舞厅内底就有一个表演嘛吼，迄个字幕顶头就写讲小白兔、小白兔即个客串的伊的赞助安尼，即个小白兔呢、小白兔吼，迄当时我咧看电视的时阵，嘛知影讲哦。即个敢若毋知是毋是为南洋迄边新加坡还是倒位来，还是菲律宾倒位来，伊吼真会跳，真会唱吼，所以真袂歹所以即个片头上开始就是为即个小白兔咧跳舞开始，刷落即个女主角丽娜伊咧讲咧唱歌。歌词毋是讲足清楚，但是你听出，迄就是拢咧唱迄个英文的歌吼。所以即出电影甲顶边迄出无同，伊即个反映的时代吼，就是迄阵英文歌真流行吼，会使讲伊有反映迄当时即个咧歌女唱的时候，嘛是唱英文的歌。顶边看迄出吼，甲即个错乱，甲即边即出看即两片，我感觉讲林传秋对即个描写女性之间的关系，敢若真有趣味吼。顶边是两个同学吼，即边是两个姊妹所以敢若对即个女性即个感情即个关系真有趣味。伊的即边的即个电影，佫有反映时代的背景，因为即个潘小妹吼，已经是有大学毕业，是咧一个化学的工厂咧做代志，所以已经女性有咧就业，佫是做即方面的毋是讲干那劳动者吼，讲过去是啥物？做电话接线生，还是讲车长，还是啥？这伊是已经是有靠伊的学问咧食头路安尼新的情形。伊即个电影内底呢，即个姊妹两个吼，大姊因为因老母过身去，所以是养饲即个小妹，伊阵去歌厅做唱歌安尼。养饲即个小妹已经大学毕业，咧做食头路。但是因为即个关系，就是小妹嘛是会见笑讲大姊是食即款的咧歌厅的出入所以嘛是真见笑，毋敢互人知影，伊人朋友送伊甲因兜，伊嘛无爱互伊入来嘛佫叫因大姊就毋通出来咯，也是毋通去参加伊的啥物迄款的情形。我想即个情形毋是讲干那即个姊妹中间啦即个嘛反映一个
即个真矛盾的一个感情，就是真侪做囝儿的吼，老爸老母牺牲吼，来养饲因大。但是嘛是拢定定对因的背景，对讲因无读册，因的艰苦人咧做事，即款感觉见笑，所以是会使讲反映出即款的无即个感恩吼，无即个体谅，会感觉讲会害着因的立场较歹，拢会看袂起会见笑即款的代志。所以嘛是反映即款人的即款的感情，即款的即矛盾的感情伫个。即篇吼，伊的题目就是5月13，内底佫插即个爷老咧的7爷8爷种种安尼吼，我是感觉讲伊算是真有心要爱反映出台湾的风俗甲台湾的文化。因为伊即个安排讲去大姊甲小妹去送去爱着一个人，去发现着即个来受着打击。因即个场合会使任何什么款的场面，拢会使去安排。但是伊超工安排讲是5月13，即个大姊全请即个查甫来因兜食饭。即个情形之下，互去发现着讲。大姊甲小妹爱是送一个人吼，所以伊就即个5月13，佫来赢一个即个劳力安尼，这伊是真有用心来反映咱台湾的风俗甲即个文化吼，所以这是一个伊的特色吼，所以我是有 appreciate 有感觉讲伊有一个用心伫的吼，这是我的感想，多谢大家。多谢教授。拄则讲转来电影，我即马来分享一个我的 PowerPoint 吼。毋知大家有看到即马我即个有吼，有看到吼。我想讲即个，咱做即个台语片吼，其实有几个意义啦。一个就是讲，其实台湾吼，战后了后，电影实在无讲正时行吼，无像讲韩国啊，是日本走甲足头前的吼，韩国嘛煞咧后壁吼。战后几年台湾实在讲无几片，逐年无几片电影吼。无法度找一路，无法度吼。即个林团手，咱3年前做过一道吼，伊出啊，伊改落即落3出吼，咱今仔看第2出。其实吼，落尾咱开较侪精神对这新奇导演，伊是比林团手导演较少年4岁吼。伊是专业的吼，伊就想请伊搬伊落来做导演吼，所以伊这是迄个。叫做票房保证啦，伊大家都爱请伊来导演吼，伊个逐次拢真赚吼。伊个类型嘛足侪啦，啥物片拢拍吼。迄阵咱是较侪精神来拍这吼。既然吼咱拄则毋过无法度切一个。还是安尼咯，咱这都刷过吼。本来想要放一片，拄则梁光兄讲无机会看即片吼。其实吼，大家当来看迄阵吼，台湾的电影院，伊就是进前的做一寡迄落做啥 sneak preview 吼，会当有一寡讲后盖要搬啥伊即片5月13伤心夜迄阵吼，伊有即块差不多5分钟久的迄个 preview 啦吼 trailer，
我感觉伊阵吼真了袂歹吼，所以万一若无机会看完即出电影吼，还是讲无时间看，会当先看即个差不多5、6分钟久的即个短片吼。想要转去讲吼，伊拄则讲的对台湾电影的历史吼，就是讲即出吼是1965年出品的吼。咱来看1965年咱台湾电影界是啥物款的？其实吼，你看1965年即阵吼，台语片伫咧第2波吼，顶届咱一直讲第1波是差不多1955年到57年、58年迄阵上好吼。林传秋开始入来做，已经到1959年吼，错乱1960年，所以伊这是咧下降的即段伊入来吼。落尾伫咧1962年一直到69年，即站吼，这台语片拢袂歹吼。你会当看到这无算讲无送，这是吼送去检查的片，伊看有偌济片啦吼。所以你会当看这一年台语片都差不多100通片吼，伫咧1960年代即段时间。65年顶届讲到即个林传秋落尾阁出来演即出53伤心夜，到后尾即个6个嫌疑犯吼，所以拄好嘛无赶到这第2届吼，有一个叫做国产台语影片展览会吼，这嘛是一个颁奖。1点外2。好，多谢。所以咱看对即个1965年，其实吼，这是即部吼，迄阵阁真强吼。所以台湾吼，对即个联合国教科文做一个1966年的统计吼，伊是全球即个剧情片生产国的第3名吼。就是讲美国、印度了后吼，台湾的电影出真侪啦吼。其中呢，台语片贡献差不多3片内面差不多2片台语片吼。你看即个1966年吼，所以即个伊当阵吼，就是讲国语片还未起来之前，其实台湾电影是对台语片才拍出来吼。伊只技术也是讲吼，这演员的训练吼，其实这毋定林传秋导演进前有一个叫做何其明吼，伊伫台中有设片场吼，落尾嘛是无成功啦吼。毋过有遮个人做头先来迄落吼，来开始即台湾的即个电影工业吼，这是一段真有意思的故事啦吼。即摆吼，佫转来即个第1波吼，第1波顶届有讲到吼，有即个叫做第1届台语片影展吼。大家会看到这伊摕即个奖吼，真趣味就是迄阵嘛做金马奖吼，1957年。这拄好有一个奖吼，这是新基导演吼，伊伫迄个2000年吼，金马奖颁一个即个奖成就奖互伊吼。迄阵拄好迄个侯孝贤吼，伊嘛摕着一个吼，就是讲伊这对台湾电影贡献足大诶。伊对退休了吼，伊摕到即个奖差不多就退休诶意思嘛吼，会着即个金马奖。想要互大家看着像你看金马奖，这是讲第57届吼。安尼讲第1届是1962年吼，伊中间有一届咱参像人过吼，所以你看即个1957年迄阵落尾这金马奖还未开始吼。毋过你看这奖吼，这说了你看有成无吼？这金马奖
所以咱转来这林团洲这几片吼，咱会当看了迄阵的迄个时代吼，电影出来，迄阵的较生行就是讲哦，请人来画即个海报吼，想要咱顶解看错乱嘛，伊落尾佫出来做政府的秘密，啊，迄阵嘛是佫真生行用画吼，伊讲这张美瑶这用画吼。啊，林团洲落尾，伊这是较无看到人安尼做啦。毋过伊1965年这2片吼，伊拢用即个相片吼，啊用伊家己的即个设计来做吼，做这一个特殊的所在。啊，另外咱看到佫留到今仔日吼，有迄阵的合作本事吼，会记得较早看电影拢会当摕一张迄落本事。啊，你看伊这本钱较粗吼，伊即本本事是4页吼，伊顺续有伊即个叫做影信吼，啊后壁就讲伊即出的本事，啊顺续开始介绍吼。你看伊迄阵大家嫌伊烦拢开始做广告吼，啊内面就有伊迄这号做插曲吼，伊才摕3条歌出来哦，伊有谱啊，有词啊吼，啊大家看完电影转去厝诶，佫会当继续唱吼，这嘛是另外一个真趣味诶，即个迄阵看电影诶经验吼。你看这因摆这吼，啥物迄个时代诶印记拢记咧吼。即个保密防谍人有责，还是讲迄阵的戏院吼，这名嘛拢真爱国吼，中央爱国吼。啊，我看这有一个趣味的所在，就是迄阵吼，咱即个写汉字嘛是对正手边写对倒手边吼。啊，咱会讲看到遮吼，这因这药方吼，伊无咧管，伊是对倒手边写正手边吼。大家嫌伊烦啊，还是讲啊？咱会当看到即个看到倒位，着到一个趣味所在啦吼，知大家有迄落有注意到无吼？啊，3年前，其实咱开始来放这台湾电影吼，伫对即个文下吼，伊有10片嘛，啊10片嘛是敢若剩1片留咧尔吼，啊拄好迄阵就看伊即个所谓修复了即片再见台北，啊落尾才开始放林团手吼，啊真正真心更较重的是迄个新基导演啦吼，所以我这分享到遮吼。啊，想讲各位在场的就是朋友，就是吼， CK，我即摆佫有嘿，看到迄个陈慧仙甲迄个赞成老师拢有佫举手，好安好，尼嘿，但是安尼陈慧倒一位老师先先，咱请陈慧先生好无？你爱开麦克无开？请还未讲话的人先讲好无？即个李先生。李赞成老师伊有头拄有讲啊，哦，嘿，好。马紧吴医师你讲，嘿，好，我请讲。接续即个拄则吼，梁公兄甲即个下渡岛即个讲到即个咱即个台湾语言的即个台语甲华语中间的即个代志吼。这是我同意讲，咱台语是即摆是变做啥呢？变做学术性甲研究性的语言啦，吼毋是生活性的语言啦，吼，这是即个吼台语即个第3级的危机的一个症头啦，这是一个症头啦，吼，表示讲咱台语的危机吼已经进入去到某一个坎站啊啦，吼，咱台语已经伫即个社会生活的中间，互人塞去边啊，变做咱英语叫做 marginalize， 吼，啊变做研究甲展览的语言，吼，这是一点。啊，第2点吼，来倒转来讲即个电影啦，吼，
即个 CK 拄则有讲到一个足深刻的，这我拄要讲啊，拄则你有真详细的图出来吼，就是讲1955年到1970年代即个中间吼，咱台语的电影吼，非常的发展啦，吼，这就是安怎呢？这就是第一，即个日本殖民者的压力消失，即个中国殖民者的压力也未入来以前，咱台湾的文化，做一个安尼迄个动力，做一个出来，这是足深刻的现象啦，互咱台湾人爱自信讲咱若台湾人管理台湾一定会加真好啦，这个现象甲另外一个即个治安的现象足相像啦，因为即个台湾二次世界大战了，投降，日本人摕出去了后，中国人入来以前，有一段足短时间，咱台湾人的治安是台湾人家己咧维持的，我有听人讲啦，我无确实的资料，就是讲迄阵的治安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甲即个文化的现象相像，就是讲咱若台湾人家己咧管台湾代志一定会加真好啦，这是互我联想到的代志多谢。多谢陈伟先。咱请李占兴老师。李老师，林传秋导演甲这篇片名叫做5月13伤心夜啊。5月13哪会遐重要呢？这对大稻埕人的时，5月13是足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伊甲后壁的，就是因拢5月13，就是迄个大稻埕下海上皇的生日啦。这个下海上皇是东华人的一个守护神啦。东华人向做伫放假的时阵去互顶高人甲伊赶出来，赶转来，伊就是摕着上皇爷，一直走到这个大稻埕遐，去一间庙安尼，就是有这个精神的依靠，才有法度存活落去所以5月13，这个上皇爷甲因保庇，互因会当伫遐发展，是足重要一个日子。所以上皇爷生日的时阵伊人阵经济较好所以大家拢拼命落去庆祝啦就请留一摆啦，请食饭啦，佫叫亲戚朋友来。迄人阵大稻埕5月13时阵是人客人啦，迄人阵咱真侪人拢拄在三重埔要来台北要食拜拜就是迄款这几条桥拢是人啦，人客人吵安尼。你免行路啦，人后壁都一直甲你塞去大稻埕遐要食上皇爷的生日啦，安尼啦。迄人阵为讲伤心夜迄个5月13嘛是真闹热，因为迄个四界人拢有艺果啦有七爷八爷啦，佫有这北家将啦大家拢来遮学演安尼。这个游行赢闹热一年都迄2-3点钟久才煞，会使讲是迄个大稻埕，会使讲是台北上重要一个赢闹热的日子啦。我想这嘛是为着票房的原因5月13请出来安尼啦，5月13请出来，安尼引起大家的注目，大家5月13。所以5月13这天是台北人真重要的一个祭祀啦。我分享到这。
多谢李老师吼。啊，拄则讲到大场场，毋知影在座各位吼，有人是对即个大场场遮大汉的，还是讲对大场场有啥物特别的即个印象吼，会当甲咱大家分享吼。嘛搁有迄个欧大华的迄个美玲姐举手，伊毋知敢是要讲大场场的故事。不过迄个拄则赞轩老师安尼解说，我才知影讲原来5月13就是迄个旧历，还是迄个真正行老迄个日吼。啊无我阁毋知影是安怎是5月13嘿。OK， 美玲姐，你即摆会使讲话。我的外公阮妈妈的娘家啦就是伫迄落中华街所以我顶摆有甲你送一个 email 讲，我真希望讲看即出戏但是不幸我看袂着安尼我含慢啦毋是你毋对，是有敢若。歹势，阮遮真正足麻烦的，毋是啊，足费我气的，一个记得足费气。技术无够我今日要讲5月13可能恁逐个我是有亲身的体验啦因为阮妈妈迄落外家伫个阮外公本来是伫个中华街上大迄个布大卖布商所以阮阿舅继续伊的事业啦所以每年5月13的时阵做足大，我会使小可甲你形容迄阵仔的状态伊请所有的将神出来有一种台湾真特别的，我相信咧南部的朋友嘛有看到，有人就迄落拍来我用中文讲，可能你较听有啦，就是赤膊啦顶头无穿衫叫你甲放炮，甲牵咧身躯顶头你生理人牵愈济就是才收伊钱表示讲放炮的意思就是讲有驱邪的意思所以就讲安尼纯粹甲伊donation就对啦即个人趁钱这是伊趁钱的一个方法伊迄岛是办足侪啦，我阁会记讲，阮阿舅因兜真大间伫迄3路的迄落巴洛克的迄落建筑伊迄规个3路拢总头前的布啥拢安尼甲侧开拢摆倒摆到因兜顶仔骹外口哪会当摆拢摆安尼啦所以真热闹啦但是我相信大家拢较无了解即个历史即个5月13因为办足大迄就是一种对咱台湾人的迄个有迄个台湾意识的一种文化啦虽然咱即摆用现代人看就是有迄落，但迄阵的人毋知，如果咱迄时咱台湾人，但是国民党因来台湾了伊手路足油，开始要消灭咱的迄落台湾的意识，伊知影讲为文化来着手上简单，所以就开始讲即摆伊要反攻大陆所以讲即摆去5月13袂使做甲遐尼大伊嘛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真惊讲做台湾人彼此之间迄个感情的连结，感情的连结上愈深的时阵，因就愈歹统治啦所以就开始讲无爱互你创若即个5月13的时阵搁较早前的时阵，因为有一个拄迄个李老师有讲李占先生有讲即个张权械斗的关系顶高人甲即个即马来遮的即个泉州人无好所以有当因会惹事啦，搁较早以前讲你咧办伊就知影讲有一个过程所以所以以后有当落马会小可相拍安尼国民党就用即款的机会甲你讲你袂使办所以即个5月13即个代志就愈来一直每年甲你减，每年减到尾就全个减，不知不觉中间就消失。所以这就是我拄仔要讲的地方，这甲台语共款，伊就一直甲你教你70年了后，大家台语拢袂记。即摆颠倒讲转来，台湾的历史交代无清楚，所以台湾的人毋知影讲做
咱语言是安怎消失，今仔日变甲安尼，这就是一种统治者伊会精心设计甲你安尼，亲像讲我识台语已经真敖讲诶，还佫有一路讲袂出来。就是讲安尼生诶结果5月13，即马伫台湾，你若问人，可能无，我相信无人知影。啊，若知影嘛，知影一个名词伫诶人知影讲5月13。啊，无然佫有人当然先王爷诶迄落拜拜大家也去伊诶生日，大家去拜拜。啊，但是即个风俗就全诶安尼全无去。所以我认为讲，我还无看迄出戏，但是我有想着讲，林传洲先生诶即出戏是毋是伊已经有意识着讲即个5月13可能有一天会无去所以伊是毋是为着安尼有拍即个电影这是我诶迄落看法啦啊，迄阵也是足热烈啦啊，我囡仔诶时代，所以我感觉讲我甲即段迄落记忆来甲大家分享，请大家来感受讲迄阵迄落感觉我迄阵细汉5月13咧搞足欢喜会当记啊大家足新鲜多谢。多谢多谢。啊，拄则真歹势啊！我嘛知影你嘛无看到电影我是想讲大家看这全荧幕我拄则毋知安怎舞我想讲咱开1分钟时间来看即段真有意思伊诶。大家听有声？无听着声我甲你讲。歹势，顶来顶来。你诶share诶所在爱甲迄个会当用你 computer 诶 audio。是，我这。你先放影片，即摆我有看到单路举手，但是你先放影片。咱请这单路先讲好无？单路，请。好，大家晚安。因为我即马准备要困啊，所以较无方便开迄个镜头。啊，我就是拄则听到迄个美玲姐啊，咧分享迄个大稻埕城隍庙诶代志。其实我嘛提供一个算是背景，互大家参考啦。就是咱知影讲大稻埕除了迄个上大诶庙，除了城隍庙以外，其实还佫有一个法主公庙。啊，伊迄间庙就伫咧迄个南京，即摆诶南京西路，甲迄落就是天马地网头前啦。迄间足大间，而且起甲足悬诶迄间。其实以早日本时代时阵，法主公庙拢是咱台湾人家己咧主持所有诶祭典。毋过伫即个1949年诶时阵，迄当阵就是有一个姓张诶，为即个中国遐有一个山西台语要安怎讲？山西，因去遐请山西好歹势，山西，因就为山西龙虎山，因讲遐是所有诶道教张天师诶即个算是讲因诶即个宝地啦道教诶宝地啊，为遐请来一位张天师诶传人来到台湾，表面上是讲请伊来遮主持所谓诶法主公庙诶即个祭典。实际上，迄个人就是趁即个机会为遐走落来台湾啦。迄个姓张诶，买手就是为1949年了，迄个姓张诶就算占即个法主公庙诶即叫做主要祭典诶主办人就对啊。所以买手其实即间庙诶传承者拢是因家己人我知影即个姓张诶人本身伊是军诶背景，为中国遐来军算黄埔诶，也是哪一个派系我毋知影，毋过就是伊本身就是有军诶背景买手就是后壁拢是因厝内亲情咧
即个继承的人啦，吼嘛不过真歹看，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就是大场埕先锋庙的即个祭典的愈来愈互人，就是讲，咱后壁人较愈来愈毋知影讲即个5月13的即个祭典，其实我感觉这甲地方的即种宫庙的势力在竞争，其实反正嘛是有一寡关系。啊，就我知影，就是因为之前我咧说即个，这算是讲甲市政府处理天马地磅的纪念碑的代志。啊，我嘛去查即个因天马地磅迄个所在，吼，原本的主旨的迄个所在，即马是有一个算是咧卖彩券的迄间店，啊，迄间店就是法主公庙咧经营的啦，吼啊，其实天马地磅无法度，迄个纪念碑无法度放伫个原本的主旨，其实嘛甲即间彩券行有足大的关系，嘿，啊，所以我感觉讲，其实你若是去找后壁遮的背景的资料，拢会当甲一寡代志的眉角牵起来，迄拢有足侪线索哦，所以我感觉这嘛是提供一寡背景的资料，互大家知影啊，会当若是有法度找到搁较有路的线索啊，嘛欢迎邀请大家做伙来查看卖啦吼。好，以上。多谢丹咯，多谢丹咯啊！咱这宫庙的文化吼，真正嘛真侪故事通讲。歹势，我拄则吼，这有两个，我即满单就有两个麦克咧讲。安尼大家敢听到我的声？有吼，好。要放这个鸦片。嘿。安尼吼，这声爱分享。大家看到这吼，歹势吼，你是要放伊的迄个五个片对无 ？trail。安怎用袂好势？好啊，莫放好啊，伊伫一个 loop， 毋知安怎。咱继续讲。五个片其实看会到，大家看会到，是电影较歹看到。郑轩老师个举手吼。对啊，我利用这个时间哦来讲咱台北吼，迄个大场埕算北区啦吼，啊北区除了大场埕以外，太平通吼，太平通圆环遮附近，遮因嘛有办闹热啦吼，因闹热的时间甲下海上岸的5月13是无共的吼，啊两阵啊有3个。宫庙吼，不同的时间拢有办啦，拢有办迄个迎老热啦，请人家吼，食拜拜。迄阵啊，
国民党政府讲安尼袂使啊，所以甲因统一起来，讲三个庙吼，拢统一起来，啊，做一摆办闹热啦，迄是倒一工你知影？阳历的吼，10月25啦。10月25，咱知影什么节无？光复节，对对，安尼甲咱必想啦吼，甲咱糟蹋啦吼，你甲迄个宫庙的文化拢甲伊拍破，啊，怎甲即个10月25甲请出来安尼？讲是台湾吼，迄个日本人过着真艰苦的日子，啊，即马因来光复啊，安尼光复日啊。迄个我甲迄个有个片吼，迄个 clip 搭伫咱的开讲室，所以若有趣味，看的人会当 copy and paste 去看。迄个 CK，我想你会使毋免放有个片，因为有个片其实看会到，伫你的迄个送出来 email 拢看会到。单独你搁举手吼，单独你讲。好，拄则迄个占星老师其实有讲到迄个10月25即件代志。其实吼，我有去迄个法主宫庙内底去甲因摕伊的即个宫庙起庙的历史的文件，就是因逐间庙拢有印即种算是讲迄间庙的故事嘛。我有去摕迄张纸，啊，伊其实内底拢有写，就是讲以早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台湾法主宫庙啦，伊年底时阵拢会有一个足大的一个祭典，本地是伫咧新历应该是11月初到11月中迄个时阵啊1945年以后，就是45年，毋是49年哦，迄个姓张的还未来的时阵，伊是迄个大稻埕的人，就是城里人，其实因就是有甲政府。就是讲好势，就是讲无就是改做10月25号来办即个祭典，就是提早。主要你一听就知影讲，就是为着要配合即个政府的宣传嘛。毋过伫1947年228事件发生了后，1947年迄当的年底，法主宫庙因就是有。办伫个原本日本时代的迄个时间，用的迄个时间，所以我感觉就是为即个线索会当看会出，其实台湾人本地一开始是足欢迎中华民国政府来，毋过发生228了，因就是惊着，所以就想要甲原本咱本地的即个惯势的时间，重新搁来举办即个祭典，毋过就是买手。我毋知影讲买手是，因为我对宫庙的迄个活动无讲介熟悉，毋过就是我是看遮的线索去判断啦，就是买手是毋是阁有开好到原本的时间，就是11月底即个时间来，11月初的即个时间来办，我就无讲介确定啊。我迄届去内底摕遮的资料的时阵，其实我嘛有甲因法主宫庙内底。真资深的一个志工，因为我看足久进前的新闻报道，顶悬采访的迄个人，就是迄天我去找，还阁坐伫内底迄个志工，伊看起来嘛是差不多70几岁啊。我嘛甲问讲，请问就是因为天马地方到恁伫恁即个法主宫庙的后壁正对面，迄个庙的后壁正对面，我讲，恁遮敢会有一寡甲迄当阵发生228事件的一寡相关的记录，敢会当恁敢知影？迄个志工就是足直接，就随甲我反映讲，无这迄个甲咱无关系啦，228事件甲伊无关系啦。我讲就是伊即个回答嘛是真趣味啊，就是讲，你若是台湾人，哪有可能讲228事件甲你无关系？过来就是伊就发生伫个恁即间庙的正后壁。恁哪会有可能讲即种话？这确实就是
受到这个中国人来到内底主持这间庙了后，因家己对家己的这个宣传的效果，因迄里的里长其实对天马地磅的这个历史的代志，其实嘛是足无要义，甚至是讲会屁想咱要来做228纪念这个活动的代志，嘿。所以就是提供一寡背景的资料，互咱游子知影。好，多谢。是啊，等咯。咱在场敢有朋友搁要发表意见？法主公，法主公庙吼是安溪人拜的神啦吼，安溪人真够正直，因本来是伫艋舺，要请李春生伫大稻埕开始做地生意，所以这阵安溪人就走来大稻埕，就拜因古早的神法主公安尼吼，这个安溪人都是伫福建的人嘛吼，应该是会走一个山西的人，哪有走一个山西的人来遮做庙公咧？这嘛足奇怪的一件代志啦。看到国华举手吼，请讲国华。歹势，我是伫美国这边吼，伫咧圣地亚哥这边因为阮一直真关心咱母语吼，所以咱这个论坛实在是真好，大家拢足有心的吼，今仔日讲真济有关咱家己的语言吼，我是有一款感慨吼，因为我伫美国，虽然伫美国遮，但是我真关心咱台湾，尤其咱的母语吼。母语因为阮嘛是共款是伫台北出世的吼，所以台语讲了拢真无好势吼，迄是因为阮好到尾因为伫阮有一个福音歌戏吼，用迄个老师甲阮讲咱这歌戏是唱台语的，咱家己的母语伫家样，迄个字都爱教好清楚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我就开始认真伫学习。伫咱这个台语文化吼，论坛内底，我就真认真，逐遍拢一定参加。看到大家拢总用心伫咱家己的台语这个所在来，伫拍拼吼。这我相信是因为咱70几年的熏陶吼，所以讲会讲台语的，尤其伫台北的囡仔，尤其我家己，我嘛感觉真歹势，就是讲阮家己的。兄哥小弟囡仔拢总袂晓讲台语，拢毋是，咱拢毋是外省人，咱拢是台湾人，是安怎家己的母语袂晓讲吼？我就感觉讲，有一小我较感慨，就是我真关心咱台湾的咱台湾的迄个电视的播出吼，有一个节目叫做 WTO 姐妹会，我毋知影你有看过无吼？我差不多定拢有咧听吼，就来咧看，伫看中间我看到迄个每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也好，英国吼，瑞士倒一国的迄个，伊的囡仔，伊是嫁来台湾嘛吼，伊迄是新移民，所以我看因逐个拢，互伊的囡仔拢家己的母语照常会讲，妈妈教因的母语，伫厝里。伊去学校拢会晓讲华语嘛，吼，所以我感觉讲，因着每一个国家，逐个拢总真重视因家己的母语，是因为伊讲伊若转去因家己的国家，伊要安怎甲因兜的人沟通，所以伊着拢甲因即个家己的母语拢甲因教，吼，所以即点我感觉讲，人会当做甲安尼，咱是安怎家己住伫台湾，遮尔久的人会使讲袂晓讲台语。咱真侪外国人来咱台湾一段时间尔，台语讲甲比咱家己本土的人搁较流利，是安怎咱家己的母语讲了袂好势，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咱推广即个台语实在是真重要，咱家己的本土的文化爱甲伊流传落来吼。所以我伫遮吼，因为我住伫美国，阮有一个90几岁一个。
伊嘛真好啦吼，伊足爱来喊我坐啊吼，伊若来喊我讲话的时阵，有时伊因为伊有时会较无聊，我就会想要创迄款台语的电视吼，好看，真困难。有时迄虽然是台语有诶就搁讲华语安尼啦吼，就我感觉讲足困难，我直直咧找真少咱家己诶本土诶节目通互伊看安尼吼，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咱逐个做阵来拍拼啦吼，有时会感觉讲，是安怎人来咱家己诶台湾因家己诶母语照常拢保持会当讲遐真流利，咱家己袂当伫即方面来学习来认真拍拼吼，所以这是我诶感觉，歹势我实在是无迄个，我实在是咱即个台语文化即个节目吼，我感觉讲真好吼，我真感谢咱逐个诶努力吼，多谢。多谢对圣地亚哥的国话吼来分享。咱在座敢有其他朋友敢要向我讲一个感想？敢有其他朋友有机会看到咱今仔即出电影《5月13伤心夜》？所单位有举手吼，搁迄个科技枪先生嘛有举手。柯先生，你先讲，柯先生，你也毋捌讲，柯先生，也未发哦，言。我拄则针对即个美国行来即个咧讲吼，我家己伫台湾，我讲我亲身一寡经验，大家参考吼。咱即个台语已经去互少年囡仔甲咱边缘化。我讲几项啦吼，简单讲，第一项，伫咱的高中虽然开始开即个课，除了一礼拜一节，实在讲真歹定金以外吼，囡仔嘛袂重视。虽然一节吼有足侪老师真认真要甲教，但是囡仔拢袂重视。袂重视，你嘛袂使怪囡仔，因为因有因的压力。比如讲，咱的考大学考试、考高中考试，拢袂去甲即科列入内底，所以囡仔不得不伊的压力也真大吼。甚至伊的家长直接甲讲，台语无重要，毋免学。哦，这可能是我感觉这是根本原因啦，包含着学校的老师、校长，其实拢反对伫高中、国中内底咧教即个台语课。所以我认讲这个问题若无解决吼，无解，台语一定就是死，安尼啦吼。第二，大多数的台湾人，你甲注意伫台湾哦，70岁还是75岁以下。只要受过国民党的即种华语教育惯势啊，足奇怪，做伙就会讲足侪华语的。而且伫公共场所，也是其他的场合吼，拢以华语为主，因为伊惊人听无。哦，第三点就是讲吼，真侪人伫台湾会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伫社交场合，就自动讲华语。若无是拄着较少年的，包含处理家己的囡仔、孙，足侪足自然会顺着咱的国家的即个语言教育吼，自动甲伊讲华语。所以我认为讲，若咱无去改变，去提倡咱讲台语的风气，讲即个正当性吼，即个情形吼，敢若咱规个吼真热但是。规个社会拢真冷的情形之下，你安怎杀都袂成功啦。我简单分享遮吼，咱来慢慢再来看要安怎解决这个困境哦，互大家参考。多谢。多谢柯先生。陈伟先。好，我来接线这个讲的这个路线啦吼，这个。咱台语吼会失落吼，即个过去60档的经验吼，我想一个足大的即个责任，咱袂当放杀，袂当讲无的吼。即个责任就是台湾人的家庭做爸母的人啦。
啊，我有时讲较重咧吼，讲咱台湾的父母吼，就是母语的杀手，吼，来帮助中国人来害咱家己的母语，吼，因为吼，这母语若要保持吼，上要紧还是家庭啊。你为出世到你去学校以前，这段时间上要紧，吼。啊，比如讲啦，吼，这个广东话，我足侪的经验啊，真侪广东人来到多伦多，吼，啊已经来30-40冬，一世人拢伫遮吼。伊来我诊所第一句拢讲广东话。吼，话做了伤过头对啦，吼，就是讲伊英语也袂晓，但是因伫厝里一定讲广东话，吼，所以这个态度的问题啦，吼，这咱台湾诶做父母人爱负责任，这袂当推杀掉，吼，啊，这个第二吼，有一个足普遍的现象，就是讲。真侪咱台湾人明明台语拢会晓讲，吼，但是呢，真罕得讲普通时，也是讲的就搁当做华语去。我想吼，这其中一个足重要的因素就是讲吼，咱讲话台语无毋对，但是咱若建立看字，吼，看报纸，看啥货啊啥。迄拢华文啊，拢华语，所以你读下来吼，台语的软体变做华语去，吼，啊你安尼自然就真困难，为即个华语的口啊来跳出来讲台语，吼，这我感觉这足要紧，就是讲吼，咱若讲华语讲咧啊，跳出华语吼，因为咱。读的物件、写的物件拢是华语啊，吼，这我感觉是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吼，多谢。多谢陈瑞谦。啊，即马时间，即马伫要12点嘛，嘿。是，咱来做一个结束好啊。哦，今仔日原本吼，咱有请一个迄个台湾的导演吼，叫做叶天伦吼，大家应该知影伊拍足侪真实大酒店，真正足卖了足好的电影吼，迄个叫做《家败英雄》啊，还是《大场店》，还是伊今年吼过年拍迄个叫做，伊毋知安怎读团圆哦，真无拄好，伊去中奖啦，伊 COVID 去得到 COVID。所以今仔袂当来吼，本来想讲今仔莫讲电影吼，即个专门的，即个伊仔来吼，真正会当才念落来吼。咱这团结会算拍第一炮嘛吼，种台湾电影。伊本身嘛拍足侪专讲台语的电影，有诶上最其实即马少年拍诚侪拢自然语言啦，想讲啥咯，互因讲啥嘛吼。拄好伊迄族群较偏向台语的拢会尽量用迄自然语言吼，所以迄个只是大场店吼，伊阵迄个电视片吼，另外一个伊甲美国一段迄个关系，伊有一片做对，双声乱，双声故事吼，伊是咱遮 San Francisco 甲大场店一个药店吼，汉药店的故事吼，所以迄嘛诚趣味。我看伊即边若准袂当来吼，你搁家邀请，看对一日你会使邀请叶天伦导演来。伊的阿公吼是咱哪大的姊妹，就是迄个台语文前辈，迄个蔡正良的夫人太太吼，叶明霞，嘿。安尼哦，对。所以拜托你去邀请叶天伦来，佮伊的妹妹叶天青嘛是诚好的写剧本的。有。拜托你去邀请。有，阮顶届19年有办过伊的大场店嘛，第二届搬，
妹妹有来到现场，来分享伊做制作啊、做编剧的经验。伊讲嘛分享迄个安尼作曲迄个 symphony 的迄个 composer 吼嘛到现场，所以伊的高中就是台语文的前辈蔡正良教授啊。安尼好好，对啊，伊个台北人啊，咱后一篇嘛是阁是咧讲台北嘛，后一篇则请伊来讲。伊嘛真爱分享台语啦，应该无问题。咱先来迄落，我想吼要安怎留即个奖呢？我拄则吼来小可摆一个号做，我来分享我的 screen 好啊 ，screen 是要送这些大场订的 DVD 哦。CD 啦哦 ，DVD ，CD。伤济啊。我吼较无咧用迄吼，我想简单是即个叫做，伊这就是 random 吼，甲你摆吼，所以大家可能要相信即个伊这完全 random 吼。咱即马38个人嘛吼，我拄则有小可摆一个吼，咱大家看着吼，即马在场38个人，我得摆。就按照我看到即个顺序啦，可能甲你的顺序无啥共吼。这16个17到3233到38吼。咱等一下就来试吼。你若讲啥物时阵试，我就来试落去。伊要排迄个 sort， 就是讲伊像是第一名、第二名吼。第一名吼，你等一下，若是有回应吼，我就想办法来寄互你吼，还是你也伫迄落来伫湾区，我会甲摕过互你吼。安尼吼，咱开始来试吼 ，get sequence 1到38。好，第五号后一个36号，咱若第5号1、2、3、4 ，Alice， 咱 Alice 敢有在场？第一个 Alice。有 Alice 张晨，有 Alice 张晨，我想是迄个住伫 Austin， 伊是迄个，嘿，伊是张玉斌，嘿。安尼吼，敢佫有在场？咱这保留给互迄个在场的，你也回应一下，举一个手吼。Alice，你敢要出声是举手？我在想，这两个 Alice 敢共一个人，反正无共人。我毋知咧，可能无共人，看 email 就知。第5个这位 Alice 吼，你也在场举一个手。若无吼，咱就煞到第2位是36号吼，36号就算第3个，算倒头算，看李素学。林素学，伊敢是住伫，伊敢是伫台湾。林素学，敢佫有伫咧？伊奇怪，伊拢无拍开声素学。其实吼，其实你知影正式大场订吼，伫迄个 Netflix 看会着。对。嘿。所以佮你若准讲你若抽着的人伫台湾，还是伫别州，你嘛足歹送。所以你敢要摕去恁遐搭的活动，你去送？因为我相信足侪人会当经过 Netflix 看着。我就是对 Netflix 看迄个即些大场订。安尼吼。哦。安尼我拄等者有一个活动，我摕去遐溜好啊。迄就现场的嘛，现场的啦，现溜着就现退走。对，安尼好。呀，安尼你会使做一个 ending， 嘿，因为今仔日我知影。这个我有举手，我是要甲CK 讲吼。叶天伦的老爸叫做叶金石。是。咱嘛拍电话提房。嘛使请伊天马地房以外吼。
伊有拍一出叫做《龙头沙》吼。迄个龙头沙的作家，一般迄个台湾第一个叫妇产科医生，叫做阿信吼。即个叶金成先生吼，我含伊诚熟识啊。我以前伫台湾的时阵吼，本来有拜托讲经过我去甲加拿大迄落政府会拜托讲要搬马街的段啦，吼。所以叶金成足有台湾情是，伊即摆是传互因囝，所以来叶天文袂当来吼，也是有啥物时阵，会使请因老爸来啦。因为吼，伊就是伊的老爸以外嘛是伊的教父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若叶金成会当来吼，可能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伊较侪个就是较侪个嘛，比我想比我较少个啦，所以我想伊是诚好啊。你敢知影叶金成？伊就是拍电话提房，嘿。伊是制作的款吼，迄阵是林正对，盛。无伊即马紫色大道城是伊做制作，是，对啊，因爸爸 producer 嘛，天伦的爸爸嘿。所以对真好啦，那叶金成嘛是足好啦，嘿。是，迄规家伙仔拢真有台湾心啦，嘛对台湾做真是啊，迄阵啊，我定讲要请阮做导演，都拢不计又无成啦，因为加拿大教育无特别感觉马街遐尼重要，迄阵伊加拿大意向大，伤过轻重，所以真困难，所以无成就对啦。就伊真好啊，伊会使来甲咱讲，嘿。多谢，是的吼，该打岔嘿。多谢分享这消息真好，我会记后改较早甲。我是差不多2个月前3月25了，落较少啦。伊可能嘛有囥伫心内啦。只是讲伊嘛无马上答应吼。我前几工搁甲提醒，因小妹就写一个迄落 message 我讲因搁着奖。即马大家较注意，阮下晡吼，我另外一个活动咧讲迄个南投吼，咱内地南投迄个信义乡这原住民囡仔的故事吼。下晡即个主持人伊去佚佗，转来嘛着COVID 吼，所以大家爱较注意，那像我最近几工就听到几啊个着着。我吼，搁转来讲，咱后一届吼，若大家真正搁有兴趣继续做即个林团洲伊的片吼，我感觉即片袂歹哈，6个嫌疑犯伊迄阵吼，我就讲美酒首映吼，迄真正是美酒首映，因为而且是50外动了后的首映吼。咱若有机会会当来看即出吼。另外一个吼，咱在先较无解释到的，就是讲为虾米吼，咱这1部2部即个台语片吼，即个线是安怎看？是啥物代志发生的？哪会第1部就安尼随煞去？到report的是讲1969年吼，搁好势台语片，哪会1972年就无几片出来吼？这可能咱会当留咧后壁，会当请那李占新老师来甲咱拆解这段历史吼。这嘛真趣味啦，就是讲，咱无张煞台语片就完全袂用者吼。这嘛真侪原因来当来检讨吼。今仔日咱正式的节目就先到这。我相信这尾巴是阁会开一段时间嘛吼，大家阁要开讲吼。我本身可能要先离开吼，等有一个实体，下晡有一个 virtual 的吼，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啦吼，嘛趣味吼。阮下晡是美西时间3点半开始，我是用迄个 Zoom 直接伫 Zoom 看电影安尼。多谢各位。小班这里。